呢個湯暖身驅寒、消炎殺菌，能夠舒緩關節痛、調經止痛，但不宜來經時飲用，亦不適合易上火嘅人群。將20g 洗乾淨新鮮嘅艾葉放喺煲湯包袋，綁好放入煲裏邊。3g 山薑切薄片放埋入煲裏邊。4粒無核小紅棗浸軟切片放入煲內，加入600ml 嘅清水，蓋好，大火煮滾。滾起之後轉細火煮20分鐘，將艾葉取出。15g 紅糖，攪勻，加入2隻發開嘅雞蛋，一邊放下一邊攪動，咁就做好啦。